第22章，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：人子啊，你要審問這流人血的城嗎？當使他知道一切可憎的事。你要說：耶和華如此說，這城流人血的事在其中，叫他受報應的日子來到。有做偶像，玷污自己，陷害自己。你因流了人的血就有罪，你做偶像就玷污自己，使你受報的日子臨近，報應之年來到。所以我叫你受列國凌辱和列邦的譏誚。你這臭名多亂的城啊，那些靠近你離你遠的都必譏誚你。看啊，以色列首領各循其能，在你中間流人之血。在你中間有輕慢父母的，有欺壓寄居的，有虧負孤兒寡婦的。你藐視我的聖物，干犯我的安息日。在你中間有誹謗人流人血的，有坐山上吃過祭偶像之物的，有行淫亂的。在你中間有顯露俗母下體、羞辱父親的，有沾染月經不潔之婦人的。這人的鄰居的妻行可憎的事，那人玷污兒婦，還有玷污同父的姐妹的。在你們中間有為流人血受賄賂的，有向借錢的兄弟取利，向借糧的兄弟多要的，卻因貪得無厭，欺壓鄰舍取財物，竟忘了我這主耶和華說的。看啊，我因你所得不義之財和你中間所流的血，就拍掌止息。到了我刑罰的日子，你的心還能忍受嗎？你的手還能有能力嗎？我耶和華說了這話，就必照着行。我必將你分散在列國，四散在列邦，我也必從你們中間除掉污穢，你就必住在列國人眼前，因為自己行為行的被褻瀆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。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：人子啊，以色列家看為渣滓，他們都是爐中的銅石鐵鉛，都是銀渣滓。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：你們都成了渣滓，我必聚集你們在爐中。人怎樣煉銀、銅、鐵、鉛、石聚在爐中，吹火熔爐，照樣我也要用怒氣和屈怒將你們聚集在城中，融化你們。我必聚集你們，我把我烈怒吹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在其中融化。銀子怎樣在熔爐中，你們也必照樣在融化在城中。你們怎樣知道我是耶和華的屈怒倒在你們身上了？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：人子啊，你要對這地說，你是未得潔淨之地，在惱恨的日子也沒有雨在下你身上。其中的先知同謀背叛，如同吼叫獅子，抓撕掠物，他們吞滅人民，搶掠財寶，使這地有多寡婦。其中的祭司強教我的法律，褻瀆我的聖物，不分別為聖和為俗和俗的，也不使人分別潔淨和不潔淨的，又遮眼不顧我的安息日。
我也在他們中間被褻瀆。其中的首領彷彿如豺狼，撕裂掠物，殺人流血，傷害人命，要得不義之財。其中的先知為百姓的末抱頭的灰抹牆，就是為他們見虛假異象，用撒謊的占卜說：主耶和華如此說。其實耶和華沒有說，國內的眾民一味愚昧欺壓，慣行搶奪，辜負貧苦乏節的，背理欺壓寄居的，背棄欺壓寄居的。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道牆，修牆垣，在我面前，這國站在破口防之着，使我不滅這國，卻找不着一個。所以我將怒恨倒在他們身上，用烈怒的火滅了他們，照他們所行的報應他們頭上。這是主耶和華說的。